大家好，我来自中国，我在白俄罗斯就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经济系，然后金融与信贷专业，现在就读于研究生1年级，硕士研究生1年级。我们从哪里找到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我们从网站上和一些中介机构，他们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获得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相关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在准备期间准备很多相关的文件，然后以便于我们更快的进行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进行学习。俄语我是在中国学习了一小部分，然后呢之后的所有的俄语都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预科进行学习的。我在白俄罗斯适应的非常好，在这里面已经生活了6年了。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白俄罗斯朋友，他们对我们中国人非常友好，然后老师呢对我们也特别的友好。平时课余生活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可以在散步，或者说是一些在这边和白俄罗斯人的朋友们有一些互动，然后学校也会经常的邀请我们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等相关的。这里的生活还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的舒适。当然，我很喜欢在这里做我们自己家乡的菜肴，因为在白俄罗斯有很多中国人对这里的食物并不是非常的觉得就是可以合自己的胃口，所以我还是更多的喜欢在这里烹饪自己的佳肴，自己家乡的菜。想对刚来这里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身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就是好好的在国外生活着，然后呢，一定不要让家里的父母担心，然后呢，一定要让自己的学业有成。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白俄罗斯最好的一所国立性大学，也是相当于跟国内一流大学具有同等排名的大学。在这里学习生活会很舒适、很有趣，而且呢也会结交到很多的外国朋友。在这里的学习生活也会比较的，相对于国内会比较轻松一些。然后呢，也可以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可以带来更多的，可以为自己的这个国际视野增添更多的风采。然后，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欢迎大家来报考白俄罗斯国立大学。